前港姐冠軍陳凱琳為好友婚宴擔任司儀，佢喺 IG 上分享咗幾張生活相，其中一張就係佢喺一對新人中間高舉手機自拍，因為佢身穿一條低胸裙，微微俯身，展示出深長事業線。網民話佢仲搶鏡過新娘子。陳凱琳用英文寫道：雖然有啲緊張，但能夠為朋友嘅婚禮擔任司儀真係好有趣。佢亦都分享咗同屋企人嘅溫馨時刻，多謝父母同老公嘅支持。現年34歲嘅陳凱琳同視帝老公鄭嘉穎結婚7年，已經係3個仔女嘅媽媽。呢幾年積極向 KOL 界發展，不時分享自己嘅性感穿搭，即使被老公投訴點解咁性感，佢都保持住自信嘅風格。今次婚宴司儀嘅打扮再次展現出佢嘅時尚魅力，引來網民熱議。有啲網民讚賞佢產後狀態極佳，仲有人笑新娘子風頭都被佢搶咗。陳凱琳則繼續以積極態度面對工作同家庭，展現多元身份下嘅自信同魅力。Fan Peace